久啊，有推荐嘅料理无？来看一下哟，记得我种料都会自家煮的啦，味鲜又空甜。嘿，我实在的人啊，我可能要点几道嘅面加辣。啊，人啊无实在吼，我上做得点嘅鸡肉面呐。鸡肉面哦。系啊，我上班嘅朋友是个广东好食咯。佢看起来当好食呢，你佢实在系咪有分到多种啊？当然哦，有嘅吼做的是软，有嘅做唔得生，啊有嘅做的是酸的，有嘅呢係做得老无实在嘅人恐怖食饭。哦，有分到按要哦。我本来老豆啊，实在就我想讲几位细阿妹嘅朋友，冇想到我想讲还有你爱用嘅实在专家，本鼓励鼓励。冇啦，我拄开始哦，我咩唔知，係天天見識在我才開始啲嘅。吼，像有嘅傳行哦，都係本當要啦，有嘅呢都冇本按要。像也間傳行哦，佢提供各樣式嘅餐點。嘿誒，你看呀菜單啊，按盤誒，證明當用心誒。還有啊，看啊，鴉片咩有乜嘅松葉嘅套餐啊，有分乜嘅單人套餐啊，雙人套餐誒。錯，嘅佢條千出名嘅招牌菜，也間傳行係最中意嘅，都係佢條嘅單人雜菜套餐。哦，真嘅哦，今日就點也只好呀，你看佢還有送乜嘅小點心啊。唔過今日啊，唔係平常日咧，假使係松葉套餐就較算得貨咧。假使佢每次嚟關哦，你做得接來啊，平常時咩做得來？好啊。做得哦，韓國用嘅男朋友搶下來。好嚟啦，啊，你點好嘅吼？我請店員過來點菜。再個等一下啦，好久唔看鴉片還有按道嘅好食嘅點心誒。你做嚟再個點一隻搶下什麼啊？做得啦，地杯哦有當多好食嘅哦。係啊。係啊，你做得搶下點認真哦，真見當好食。唔過我唔知愛選哪一陣呢，全部都看起來當好食啦。啊，兩隻，我今日有試過。兩隻哦，你搶下點真見真好食。真嘅呢？係啊。好啊好啊。啊，你那行食得咯哦，你咪做得點一隻咧，菜頭白。佢俩件啊了當久，你做得點一份咯吼，佢一份有兩袋。好啊好啊。不過好久唔看，我看到後尾鴉片有寫乜嘅13年最少愛點1杯涼水呢。哈？哦，佢哋咩開始有最大嘅消費規定嘅哦。係啊，不過韓做的啦，你看加涼水啊，咩唔係賣到當貴啊？你看還有當多嘅鮮菜啦，有茶，還有果汁吧，係唔係啊？錯啦，佢哋嘅茶樓果汁吃到係真好飲啦。哎呦，後尾還有涼水呢。按到嘅鮮菜唔點用夾實咯。佢白咩看起來當好食呢？不過啊，我想我係食果汁好誒，跟我愛一杯果汁，愛去便咯。我老人講啦，我搶來哦，咩冇買好食餅嘅東西呢？係哦，冇想到我冇食餅，裡面冇食餅咯。錯啊！我頭擺都食糖果啦，你都細妹人咩？大擺哦，你起來哦，都做唔得食餅嘅東西，食甜哦，身體會冇鬆鬆。我出去天天食餅啊，冇想到冇食餅呢，對細奶人咯、細妹人咯，都強樣按康健哦。係啊，冇食餅證明對身體都好啊。所以我想要來點咧，茶少嘅冇咖啡。證明當康健嘅，佢讓阿你唱嘅點名來點過。哦，大家冇想到吼，你去點傳家下，要注意到嘅困困扣扣，真經比你想象嘅還要多。有到要接上看到嘅會本人過面嘅東西，當到嘅店家都會標在窗口，有到係有牛奶啊，有飯頭啊，你到接上看到嘅過面嘅，自家咪要注意到。想一下，假使先好按到，我搭行你就當上識，用解釋唔做得。分當多嘅時段，分開時段，來去嘅景點，然後所有想愛食嘅東西，做親那個實強強，就像你學合法運用，東西按多，但是按多，嘢按多，用嘅係分段來完事。重要嘅但是，咪需要一節一節課嚟慢慢來進步，當做嚟改進，一下來看一下點餐嘅時間會讀到哪條詞彙。首先，假如問到嘛，招牌嘅東西是要配上人兩樣辦去推薦，推薦一間餐廳有哪個好食嘅東西，
推荐合法用牌型讲就是推荐，推荐。好，各位拜哦，推荐。好，下摆来看一下推荐嘛个两件传统嘅料理。合法用牌型讲就是料理，料理。好，下摆来看一下佢嘅。你有推荐的料理吗？你可能会问朋友嘛，因为你第一摆去，唔过朋友去个懂多摆诶，你就要问他说，你有推荐的料理吗？合法用版型讲，你有推荐嘅料理冇？你有推荐嘅料理冇？我记得哦，有去变调变做有，因为后尾接嘅推荐嘅推。故说两片听出爱便条，有推荐嘅料理冇？下摆来看一下，嘅底部有讲到嘛？两间店酱料都是自己做的哦。酱料合法用白型讲就是酱料，酱料，我先买个酱，买个料，自家来帮，自家来温。下摆来看一下，他们的酱料都是自己煮的，合法用白型讲咧，记到嘅酱料都係自家煮嘅，记到嘅酱料都係自家煮嘅，哦，真見動腔呢，動位哦。好，接下來談一下南西煙腔，用白型講，伊定嘅醬料都係自家煮嘅，伊定嘅醬料都係自家煮嘅。好，下擺。呢度傳統哦，有啲人聽咗會注意講，佢做嘅有米槍毛，佢天內有手槍毛，佢順項嘅別項看起來有槍利毛，因為乜嘅青春要嘅就係衛生，衛生合法用白型講就係衛生，各位拜哦，衛生。好，下擺有東西看起來。有衛生，吃起來將會本你身體懂嘛該非常的健康，環境很衛生，想必呢餐點又衛生，吃起來一定會讓你很健康。合法用白型講就係康健，康健來睇下南西煙係用白型講，康健，康健。好，加有講到嘛，傳統看起來懂衛生。嘅傳點嘅看起來當衛生，這個過後就本人當康健來談一下衛生又健康。合法按用牌型講就係衛生又康健，衛生又康健。來，接下來學一下南西煙係用牌型來講哦。衛生又康健，衛生又康健。好，下擺。呢度傳統過後看到嘅菜單檔項各式各樣嘅餐點，有麵有飯，又按到法拉必博，看到木珠花花，按到嘅樣式，各種嘅乜嘅合法按到樣式，樣式當到咩？下擺來看一下，幾多去傳統當然愛點嘅係乜嘅餐點，合法按到。餐點，我記得哦，點聽錯，最尾再順，合起來是一個合口音哦。餐點，好，下擺來看一下，那傳統呢提供各樣式的餐點，合法按到提供各樣式嘅餐點，提供各樣式嘅餐點。哎喲，去到傳統真嘅食到按到嘅餐點，你聽從愛問佢啊，佢到底一件傳統地度，大家最多人點嘅最出名的到底係乜嘅？出名合法按到出名，下擺來看一下，記得最多人點最推薦嘅聽從係一件點嘅乜嘅？招牌，合法按到招牌，各位拜哦，招牌。好，嘅你聽下來學一下，呢個句法就係
那是他们最出名的招牌菜。客家用版形讲的，这是几道很出名的招牌菜。这是几道很出名的招牌菜。接下来谈一下南市宴，我用版形讲哦。这是一道很出名嘅招牌菜。这是一道很出名嘅招牌菜。好，下杯。有啲店地度係自家吃出點菜，不過有啲店接上聽到、接上看到嘅就係我請人來讓人點菜。嗰陣人係乜人呢？就係店員嘅客家我用版言講，店員，店員來談下南市宴係用版言講哦。店員，店員。不管係北市宴，也係南市宴，嘅點也就是聽出去再順去攞佢合起來，好，一定要合口音。點這個字一定是合口音哦，千萬唔好咩差了。下邊來看一下，請店員來做乜嘅？攞你點餐，點餐客家用排形講，點餐，點餐，同樣要注意到點也就是聽出。最尾，兩個再順去合起來是一個合口音哦。來看一下兩個記憶。我請店員過來點餐，我請店員過來點餐，我請店員過來點餐。來談下南市宴係用乜嘢講？我請店員過來點餐，我請店員過來點餐。食體也嘅正常，不管係食飯啊、食麵，亦係食其他嘅東西，食體也嘅正常過後，接上有人講甜點係另外一隻味，另外一隻蔬菜做得裝也嘅甜點。對我來講，食體也嘅正常天錯最味、親味一定愛食甜點，你傳上正經結束，少體兩隻甜點，我就知道根本嘅樣樣熟熟。故說咧，我最後去食到飽嘅傳統，唔單止有當道嘅鮮菜，有當道類型嘅食物，最重要就係甜點也蠻多，唔做得青菜湯，食到慢慢足足，真件當歡喜。唔啲嘅牙嗱考古，嗱我叫樣麼，做得食當道麼，也係講食兩下嘅，就飽必必咧，不管樣辦嘢。人嘅飲食習慣去做得相互來挑搭、相互來配合嘅人，簽到呢一種盤，向下來食飯，真件當幸福哦。嘅下輩咧，向下來看一下，記得到底會發生哪一道事情了。